型好威風今季4歲在姚本輝馬房評分由64下調至60，金將續戰4班跑馬地1650米，續配金城江負135磅出戰。該區於10檔出閘起步後順利移入二疊馬群領頭位置，以極快步速進入最後400米，在最後200米力追至永明區，最後在好地至快地時間1比38.54及末段23.56以第3名過終點，在全晚快步速下該場以快標準時間快18線，比同晚3班賽事快1.5線完成。這情況下此區已有如此表現頗為出色。根據上述情況，此匹4歲紐西蘭馬今季已見成熟。賽後金城剛確認，他獲指示讓自外檔出閘的坐騎佔取前列位置。練馬師姚本輝確認所發出的策騎指示。方的 SSMLCC 看，歡迎使用文字轉換語音。後邊5匹馬，香港神區綠色好勁啊！尾三粉紅帽內欄係極速滿貫啊！大熱門嘅爆熱呢，暫時喺個尾子嘅位置啊，包咗落尾嘅話，仍然係川河首區嚟㗎。去到對面直路嘅中尾段過埋600啦，咁啊前面放嘅馬都仲係呢隻智勇名區㗎。跟住喺第二位就型好威風啦，咁啊扯得快呢，後邊啲馬位置變動上面唔大喎。華美之威響第3位，冠寶區第4，悠悠乾坤第5啊！香港神區外邊呢，一路騎住上去啦，移咗出嚟中檔呢，咁啊仲有碧海藍天啦。後呢個馬匹極速滿貫啊，綠色好勁啊，掟大外檔係爆熱嚟㗎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智勇名區仲係佔先一個身位㗎。咁中間位置型好威風啊，外邊香港神區亦都喳喳聲上緊嚟，埋邊位置仲有華美之威。最後100米到智勇名區埋邊佔先嘅，香港神區越逼越近，中間仲有型好威風啊，靠大步靠大隻擺咗喺前面，智勇名區一放到底啊，第2名都係區啊，香港神區啊，第3名就型好威風，第4名嘅馬呢，綠色好勁同埋碧海藍天入邊。華美智慧都相當接近啊！今場賽事贏開嘅再贏啦，噸位又夠大隻，好大隻呢組馬。智勇名區一放到底啊，香港神區咁啊轉彎已經開始比上嚟，衝翻個第2，型好威風都快跟住個第2位，結果跑第3，第4名要影㗎，外邊數入去，綠色好勁，中間紅黑直間3，碧海藍天埋邊位置係華美智慧。智勇名區希威森一復出，先嚟個下馬威，一放到尾連接成功啦。咁啊跑第2名呢就香港神區艾杜拿啦，跑第3名型好威風金城江，跑第4